交给我。太好了，硬的啦。OK。This country is so cold。哦，要不要喝个寒风呢？冷气。没关系，冷没关系。Have a bountiful feast。OK。Very cold。OK。不觉得刚走回来一直在抖吗？现在抖。好多叽叽准嘞，对不对？那有可能耶啊！哦，真的好聪明哦。Yeah, it's so cold。有点冻到有一点，你知道，浑。这样比较轻便，做到按到太冷了。要照顾家寒寒啊，无做按到出去唔得。快！看起来很好吃耶。我觉得啊，你看 ，This country is so cold， 所以用一些烤肉热的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些哈嘎跟米西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要照顾家，寒寒哦。不错啊，你看烤饼夹到就有一种好像很温暖的感觉，加上热的肉，对呀，很不错哈。它还有种温暖，对，好脆滚哟。可是我平常梅干菜都跟猪肉搭，很少跟牛肉搭。秀看，哪边呢？来料，鸦片锅太大，不好卷。太贪心了，这样子才知道，太做才贪心知道发生什么。太噔噔，煎饼小天后，噔噔，再卷一个激酱口味的，我想激酱口面哦，通通全部来，淋上去 OK， 咖啡，不错。那不对。拿去外面吃，有 feel。好味哦！我幫重見到嗬。我冇眼汗。要炸骨架，寒寒啊！要邊呀 so cold， 谁是要出来吃的？是谁？是我吗？也太冷了吧！有个天哪，好不天呦，为了有 feel， 天哪 ，It's so cold。重点是。是so cold， 你啲小茶。哎呦，要炸骨架，寒寒哦。This country is so cold.